睇房時間，官方報基本房間面積為20平方米。由影片可見，睇得出呢個係真嘅指實用面積，空間充足。房間設計偏日式公寓風格，採用全景落地玻璃窗。電視採用 Apartment 自製系統，不過只係普通數碼電視，有 HDMI 插位。雙人床係 Queen Size 雙人床，非常舒適。床頭位置設有電插位。雖然呢度冇小廚房，但係呢度有洗衣機，就喺衣櫃嘅下方。浴室空間都同樣充足。呢度裝修完整度非常高，加上 Apartment 係2023年落成嘅新式建築，呢度嘅價格一般都唔太平。奉勸一下各位，最好淡季先入住，價格會回落唔少。